喺香港，無論係各種嘅宴會、商業場合，定還是係同朋友吹水，好多時都會出現呢一位主角。自從2008年嘅2月開始，香港取消咗所有嘅葡萄酒稅之後，葡萄酒嘅進口量由3000萬公升直產上2015年嘅6000萬公升，直接翻咗成倍啊！6000萬公升係咩概念？大約就係裝到24個標準游泳池啦。相信葡萄酒對香港人嚟講都絕對唔陌生㗎啦，唔同嘅西餐都會有餐酒嘅配搭，但好多時我哋又未必真係會主動去了解一下 wine pairing。接下嚟我同大家一齊研究下紅白酒 wine pairing 嘅入門配餐邏輯啦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經典又經常被討論到嘅話題：紅肉白肉應該配咩葡萄酒先啱呢？好多時一聽到人哋話 wine pairing，第一時間就會諗一個傳統嘅規則，紅酒就一定要配紅肉，而白酒就一定要配白肉。呢個講法聽落去好似定律咁樣，其實背後有科學同埋有趣嘅原理嘅，但又唔係絕對嘅喎。點解紅酒特別啱配紅肉？主要因為紅酒入邊有較多嘅單寧，單寧會俾人一種乾澀、收緊嘴巴嘅感覺。但當遇到紅肉入邊豐富嘅蛋白質同脂肪嗰陣時，單寧就會同佢哋結合起嚟，結果就係單寧嘅結感減輕咗，而紅酒飲落去就變得更加順滑，果味更加突出，而紅肉嘅油膩感亦都被單寧切走咗，食落去唔會咁膩，反而更加鮮美。簡單嚟講就係互相平衡、互相提升。相反，白酒通常酸度較高，酒體較輕，佢嘅酸度就好似檸檬汁咁樣，可以中和白肉，例如係魚啦、海鮮啦或者係雞胸嘅腥味，令味道更加清新明亮。同時，白酒唔會搶走白肉本身細膩嘅原味。如果用重身嘅紅酒去配搭清淡嘅白肉呢，單寧反而會蓋過食物本身，又或者令到海鮮出現咗一種奇怪嘅金屬味，又或者係腥味。不過呢個規則當然唔係絕對嘅啦，最緊要係睇酒體同埋食物味道本身嘅濃淡。烹調嘅方法啦、醬汁啦，而唔係單單只係睇紅肉定係白肉。尤其係當白酒夠重身、有足夠嘅結構同豐富度嘅時候，都一樣可以配搭紅肉。有啲飽滿嘅白酒，例如係 Burgundy 用橡木桶陳年嘅 Chardonnay 啦，呢類嘅白酒經過橡木桶嘅熟成，會有奶油、香草、烤麵包、堅果等嘅風味，酒體變得豐滿同有層次。佢嘅酸度可以平衡到紅肉嘅脂肪。而橡木桶帶嚟嘅結構感又可以取代到一部分單寧嘅作用，令酒唔會被紅肉嘅濃郁嘅味道蓋過，所以都適合用嚟配搭部分嘅紅肉。而有啲輕身嘅紅酒，例如係 Pinot Noir，有時都適合配搭白肉嘅。今次我就用牛扒為例子，講解一下點樣實際咁配酒啦。如果你食肉眼扒，油花最多啦，最 juicy 啦，最適合就用嚟配搭 Cabernet Sauvignon， 尤其係美式嘅肉眼扒就配搭翻加州或者係智利嘅 Cabernet Sauvignon。呢個只係建議嚟嘅啫，唔係一定嘅，亦都唔係絕對嘅。點解會 suggest Cabernet Sauvignon？ 因為主要係想配搭翻果味較濃啦、單寧較強嘅酒。呢類嘅酒配搭埋炭烤嘅焦香，簡直係一流。如果牛肉風味帶有強烈明顯嘅煙燻味呢，就可以選擇結構更加緊緻嘅 Bordeaux Brand。又或者可以試試澳洲嘅 Shiraz， 又或者係法國龍河嘅士哈，都一樣咁適合嘅。菲力牛柳咧就比較瘦身嫩滑啦，唔需要太重身嘅酒嘅，可以選擇翻 Pinot Noir， 果香清新啦，酸度適中嘅酒就 OK 噶啦，唔會搶走菲力牛柳本身細膩嘅味道啦。配搭 Burgundy 又或者新世界嘅 Pinot Noir 都冇問題。西冷牛扒咧就介乎喺中間位，油脂同肉味咧就比較平衡，可以配搭阿根廷嘅 Malbec， 果味甜味又有少少辣椒香味。常見嘅配搭仲有 Cabernet Sauvignon， 但追求肉感同紅酒果香嘅平衡嘅話咧，西冷配搭 Malbec 往往係更加受歡迎。唔同嘅烹調方法都會有所影響嘅。如果係炭烤或者係落咗黑椒汁咧，就更加適合揀啲果味重啲啦、單寧強啲嘅酒。如果有蘑菇醬啊，又或者係奶油汁咧，咁揀翻 Pinot Noir 又或者係較輕身嘅紅酒咧，會更加適合。咁嚟到最後啦，咁當然揀酒係最緊要係開心啦，同埋要多啲嘗試嘅。以上嘅內容有部分係由網上嘅資料整合而成，有部分就係個人嘅見解啦，就唔需要太執着嘅。食牛排嘅話咧，開翻一支啱自己口味嘅葡萄酒咧，就已經係最好嘅享受啦。我會喺留言區放低一條 link， 係一份問卷嚟嘅。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，又或者有任何嘅意見嘅話咧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，又或者係填一份問卷俾我嘅。